若诈骗集团真嚣摆，这嘛是民怨主要原因之一。行政院伫昨昏就通过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，定出达到一定规模的网络广告平台业者，要伫台湾就要设法律的代理人，而且嘛有配合政府防止诈骗的义务，违反者上悬会罚款2500万。另外，阁有一条是绕白仔条款，就是诈骗集团内底若是有人自首协助追查，就有机会唔免抓去关。警方伫街仔都压制查某人互逮捕，伊涉嫌对抖音甲查某人骗80万。好。甲查某人扣来，甲车手控制好条，被害人落入期待群组的假投资骗局。会当看到这诈骗的信息伫网络的社群世界同时，行政院查到是通过打诈专法，草案一大重点就是对大型网络广告平台业者爱负责任。法律代表人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内落地以后，那能够来配合一起来共同打诈。金钱法如果还是没有效果，情节严重的话，限制接取或停止解析，这是最后手段。打诈专法的全名是诈欺犯罪危害条例，要求大型的数位平台伫台湾设法律的代表人，爱负防查的义务，移除诈骗的广告，帮助执法机关3天内提供必要资料，包括 Google、Meta、Line， 那有可能伫规管名单内面，只要无遵守，上悬会当罚2500万。那更加严重的，甚至要面对封网。Google 回应讲，新法公布了后，会进行研究。我们看国际的趋势，大概都是用每月独立的访客数占全国网络使用者比例这样子的方式。那这个可能是要到这个条例立法通过之后，那我们根据这个条例会再来公告。同一个诈骗行为，诈欺所得1000万以上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3人以上共犯诈欺，又结合假冒公务员、广播网络散布，都加重其刑至1/2。若是伫源头管制，面对金额真大条的诈欺犯罪，嘛提悬刑责加重处罚，搁7重强犯互家己去乱，提出间谍条款，只要自备自首，也是供出主犯，到掠到幕后的总假认主使者，也是到查到全部的犯罪所得，就当得到减刑，甚至是免刑。打诈脚步需要再加速，那以专法来防诈再进阶。来减少民众的被害。这摆的执法大武器，除了打诈专法，还有包括科技侦查和保护法、政治防治法、通信保障和监察法嘛，拢有进展。明定立管虚拟货币个人背商，伫法官授权了后，嘛当发动 GPS 验货车这科技侦查的工具。四个法案拢总送伫法院审议，未来成效会是安怎是真受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